准芬，很久冇看到了。副理长你好，这下做阿爸了呢。请问副理长，按关心爱日风音？唔是客气，今半日用如何来呢？最近也禽流感当严重，人讲肉补唔当食补，治病唔当放病，打疫苗就是预防啊。请问，我哋全部人做得来了打预防疫苗吗？这下50岁以上嘅民众，6个月到18岁嘅成人呢，如新行界或者6个月以内按壓嘅熱愛，都做得就公費嘅流感疫苗。請問全部免費係麼？係講如合到公費注射嘅對象，對我哋衛生所做，全下都係免費。該我係望有50歲就做唔得做了。你做得自家出錢，先到有流感疫苗嘅合約人所去做，但請交掛號費時候，準備你未有合到免費注射嘅資格，你唔記得了？你係6個月以內按壓嘅熱愛啊？係哦。請問疫苗做了以後有乜個特別注意嘅麼？疫苗做好，大約2個禮拜，將做得顯現最好嘅保護力。但係做了4到6個月之後，保護力會漸漸降低。講當然流行嘅病毒株都冇強用，所以建議當然都要注射哦。我清楚咧，希望有做有保護哦。